弟姊妹平安。咱请来平板心，安静1分钟，咱来兄弟咱今仔的敬拜。总是恁伫遐若要找耶和华你的上帝，要用真心真性找伊，就会拄着。咱请起立，咱做伙来念信息第148首，信息第148首。无路同根存在一直放水。Amen.
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我对信仰老爱，对在世文化里的知识，以阮有为了个人来思考，辨识的是埋葬的因果，会使你对自然中国啊上天，甲这个全能的爸上帝和平，伊要对你感觉生活和信仰。我是信神，信公共的道理，信道相同，最下列。对我啊，另外的话呢，阿门。请坐。咱即时来考验，我来考，你来念。考验文第29篇，嘛是信息142首。恁着学老耶和华。我一心啊，恁着学老耶和华。我一心要学老耶和华。恁无对我靠君王，无对我靠世间人。伊一个断开，落归途。有眼国的上帝做伊的帮助。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讨办受关监的。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保护厝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你着学老耶和华。咱做伙暗号来祈祷。阮的天顶的天地上帝，阮要来学老你。你是创造天地海甲万物的神，你是一个宝座顶的王，你是全能、荣耀、信实、公义，你是疼痛阮的神。万军的耶和华啊，干那你是国真国我的神，干那你确定着所有的福乐，所有的庆祝。阮要开喙念诗来感谢，来学老你。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引带保守阮逐日的脚步，你逐时拢甲阮伫地。主啊，感谢你赦免阮一切罪甲过犯，互阮会当来到你面头前，会当来听你的教示，来向你来祈祷。主啊，求你来保守阮内底命运。主啊，你看到最近阮的社会混乱，一侪的天灾。主啊，求你来怜悯阮，来保守阮的心，来保守阮的灵。主啊，阮嘛求你来保守阮的教会整建的工程，会当照着神你的时间来完成。阮推动的事工会当照着神你的心意来进行，互阮有合一心，带了阮行伫你的道路顶无偏离。主啊，互阮咧若口即块地来做光做盐，咧即块地是光是盐，诚做你对即个地众百姓的祝福。满有怜悯的主啊，阮当中有身体有疼，生活有欠缺，心内有疑问、悲伤的兄弟姊妹，主啊，求你来帮助伊，来甲安慰，来甲帮助，求你赐予伊平
乐。主啊，阮的祈祷定定是无够额，即时，互阮用主你教导阮的主祷文做阵来祈祷。阮的天父爸，愿你乃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会将，你的进出去。阮的事咱的互阮，下面阮的国父，亲像阮来朝下面国的阮人，互你传你事情，对阮叫你敬拜的，因我关于你跟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做伙来读圣经。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有两个所在，记载伫历代志下第20章第19到第11节，甲以赛亚书第31章第1节。我来读。历代志下第20章第1节到11节。这点了后，摩押人甲亚捫人，阁有利未人，三国来要甲约沙法交战。有人来报约沙法讲，对海外对亚兰遐有大军队来攻击你。当因伫哈海顺塔马袂是阮基底，约沙法惊，掠着意思恳求耶和华，伫犹大全地宣布禁食。对安尼，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逐个城拢有人出来找耶和华。约沙法就踮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会中，徛伫耶和华殿的圣院的头前，讲：耶和华，阮的列祖的上帝啊，你敢毋是伫天里的上帝吗？你敢毋是列邦万国的主宰吗？伫你的手有权能溃力，无一个会比得你。阮的上帝啊，你敢毋是捌踮你的百姓以色列人的面头前，赶着即个所在徛起的百姓，将伊收视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到永远吗？因就踮伫即个所在，阁因为你的名，伫遮甲你起一间圣所，讲：世事有才的临到阮，也是刀剑谴责，也是瘟疫饥荒，着患难的时，阮要徛伫即间的头前，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因为你的名是踮遮即间店，你要听来拯救。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时，你毋准因侵犯亚捫人、摩押人、甲西尼山人，就离开因，无被因看啊！因当安怎报应阮，来赶得阮出你的业，就是你赏赐阮，互阮神食的。以赛亚书第31章第1节。有才的啊，迄个落去埃及有班章的，因我靠马也我靠车，因为伊多；我靠马兵，因为伊强。总是无意陷以色列的信耶，也无求耶和华。咱即摆请圣歌队带咱来学乐，因引线咱请牧师来讲道。
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人为什么会惊吓？人会感觉惊吓，大多数是因为人对未来无确定，感觉无平安。当人面对无把握的未来，心内就真自然产生惊吓。这是人类本性上的反应。总是伫现代的社会，惊吓无一定是现实生活中拄着危险，毋是遇见老虎、狮子，然后感觉惊吓。对现代人来讲，惊吓可能是因为面对压力、挂虑，也是心理负担的反应。对一般的家庭来讲，惊吓可能甲经济压力有关系，惊讲收入无稳定、房贷的压力、囡仔的教育甲将来的保障。对上班族来讲，惊吓可能是业绩的压力。可能是受裁员的风险，也是伫公司的文化、人际关系的紧张，甲主管、甲同事之间的误会、竞争，也是受排斥。对学生来讲，惊吓可能是爱面对考试，面对课业的压力。人际关系也是受霸凌的等等，惊吓虽然是正常的反应，基督徒嘛可能会感觉惊吓。总是圣经甲咱提醒讲，上帝所赏赐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神，乃是刚强、仁爱以及自我约束的心。虽讲伫生活中间惊吓有缘存在，毋过圣经教示咱伫惊吓中会当倚靠上帝。当咱愿意倚靠上帝，相信伊会主权的时，一切惊吓会变做一个亲近上帝的机会。伫马太福音14章有记载，门徒暗时坐船要经过加利利海的时，门徒忽然间拄着大风涌。迄当阵耶稣无坐伫船，门徒伫极大的惊吓的中间，忽然间看见耶稣行伫水的顶面。搁较惊的就是门徒掠讲是看到鬼，咱会想看卖，伫黑暗的环境，伫大风涌的环境，无助的中间，耶稣甲因讲：安心，是我，毋免惊。伫马太福音即句话是真温柔，够大气力，安慰着门徒的心，佮改变伊面对环境的看法。伫拄着大风涌的时，人的安全感通常是放伫船即款的物件。嘛，就是咱平常所倚靠的对象，看做是一种保障。毋过，即种的安全感，只不过是一寡表面上的感觉，实际上，咱真正需要的是耶稣的同在以及伊的话语、信心、
毋是拒绝信任风影的存在，信心是伫风影的中间，有缘相信上帝的掌管。上帝是无仰望看见咱直直伫惊吓的中间生活，因为惊吓会互人失去信心，毋敢去做咱应该做的代志。信心会帮助咱伫惊吓中间得到讨伐。圣经记载，约翰一书有记载伫听的内面，在无惊吓。伫听的内面无惊吓，完全的听会刮出惊吓。兄弟姊妹，咱若将注目伫上帝，上帝就会替咱做工。兄弟姊妹，惊吓的感觉以及惊吓的想法，拢是对撒旦魔鬼遐来的手段，目的是要互咱离开上帝。上帝吩咐约书亚讲，毋通惊，其实是甲伊警告，惊吓会互伊失志，所以上帝鼓励伊勇敢壮大，继续往前行。所以咱爱了解，撒旦会引诱人去受，毋是受好的，是受到上歹的结果。比如讲，当咱破病的时，撒旦就互你这款的想法，直直烦恼讲，惨了，我是不是得到绝症了？我是不是癌症了？是不是没有药可以救我？罪梦只不过是小小的身体欠安，撒旦会互人去受到伤害的结果，结果人就受惊吓去捆绑，受惊吓捆绑的人就无法度享受日主来的平安。比如讲，人若会拄着经济上的困难的时，撒旦嘛，搁一摆互你受到上歹的结果，惨了，是不是我就要破产了，我就没有工作了，没有办法缴房租了，最后我是不是要流浪街头？受到的拢是上歹，撒旦会不断放大你的烦恼。本来小小的问题，撒旦互你一个想法，直直烦恼，直直烦恼，然后受到你的问题愈来愈大，互人袂记哩上帝才是福气的源头。当咱面对风暴的时，撒旦就搁一摆互你马上互你相信，这段的关系已经冲歹去啦，毋免相补啦，无效啦。对方无介意你不配得到爱。撒旦互你受到这款真歹的念头，互人拒绝上帝是好的事情，因为安尼，人就结果裂去，退后，上帝的恩典就落到去。历代志下20章，今仔日所读的经节，记载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讲，伫海迄边，以东遐有大军队来攻击，因现在伫哈西顺塔玛，约沙法非常惊，非常惊吓。过来，圣经记载，约沙法要恳求上主，宣布犹大全国禁食。咱当想看卖，当人来报告甲互约沙法讲，有大个军队来攻击伊的时，约沙法第一个反应是惊吓。毋过，煞接
伊就决定寻求上帝，决意顺服上帝的话。为着这款的决志，伊甚至宣布全地禁食。伊清楚知影，伊需要得到上帝的遐会来的指示，面对强大的对敌，伊需要一个烧战的计划。只有上帝才会当予伊一个得胜的计划。兄弟姊妹，咱嘛需要习惯安尼。当面对困难的时，爱倚靠上帝，毋是直直想要倚靠人。咱应该耐心来祈求上帝的心意，并毋是看重家己，也是别人的意见。遇到困难的时，人的本性是真自然的，人总是人是有限，人会当提供的帮助，嘛只不过是暂时的。上帝才是上实在的倚靠。比如讲，一个学生因为课业的压力真大，准备去考试的时，感觉真绝望。伊可能打电话互找朋友诉苦，也是去找迄款熬读册人去问伊读书的方法，也是去找遐根本就无用功读册的人去找同温层互相取暖。你读不懂是不是？我也是读不懂的，大家都不要读了。也是讲有人忽然间互人洗头路。伊第一个时间可能会找朋友灌谈，也是讲请朋友介绍工作，四界去探听会当趁钱的方法，这个做法可能会得到小可的帮助。总是人是有限，无法度完全解决问题。嘛无法度互人得到真正的平安。上帝互人真正的计划的第一阶段，就是爱倚靠圣神来赢贵惊吓。罗马书第10章有记载讲，信是出定听，听是对基督的话。意思是讲，当咱若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心内真自然就充满着信心甲仰望。信心甲仰望充满了后，惊吓真自然就互信心挂走。约沙法了解伊真正需要的是听见对上帝遐来的话。咱嘛需要同款的需要，上帝话会互咱的心内得到平安。上帝会当用各种的方法来启示伊家己，咱若祈求伊，就一定会得到帮助。你伫所做的尊重伊，伊就一定指点你的路。不过，大家拢会甲你讲，爱信靠上帝，爱信靠上帝，大家拢安尼讲。你家己嘛想要信靠上帝啊，总是怎样去做，安怎去做。当惊吓甲你包围的时，边仔的人拢甲你讲，无啥物啦，免紧张。也是好朋友有甲你讲。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大家拢是好意的。毋过这款的话，袂当解除你心内的惊吓，除非是上帝有甲你讲的。辛迪是一个假设的人物，辛迪是一位一般上班族的人，伊工作压力真重。
面对公司要裁员的消息，甚至逐工失眠、困无好，心内一直充满惊吓。因此看卖找朋友讲，朋友嘛甲伊安慰，不过无法度得到真正的帮助。伊嘛甲公司的人偷听讲，结果听到的是更较侪负面的消息，互伊心内的惊吓愈来愈严重。可能有缘互伊心内受惊吓包围，心内失去本来有的平安。有一日，一直灵修的中间的时，确实清楚领受上帝的话了后，一切拢改变。上帝透过圣经甲伊讲，毋是用关系，毋是用能力，就是用上帝的神，这是万军的耶和华所讲。伊领受上帝话了后，伊就开始恢复逐工祈祷。伫祈祷中间，伊将惊吓交托互上帝。伊嘛相信上帝一定替伊开路。2礼拜了后，伊的公司确实爱裁员，结果伊无受到影响，甚至受派去到较适合的部门去工作。甚至明白，人的帮助是有限的，只有上帝才会当替咱开路，守住伊平安。当伊开始将万项事大心祈求上帝，我靠上帝的神，惊吓就无阁有机会甲伊控制，反倒伊得到对上帝遐来的福气。遇到困难的时，一般拢是大心敲电话去找人，找无方法了后，人才可能才开始去祈祷看卖。当约沙法听见讲，以东遐有大军队来攻击犹大国的时，约沙法知影要知要去做，伊决意祈求上帝，毋是找人来帮忙，毋是干那找人听别人的意见。兄弟姊妹，约沙法以前一定嘛有真侪受战的经验。约沙法为什么无爱使用以前捌用过的方法？佮用一遍就好啊，佮用一遍顶解成功的方法就好了，也毋是。因为约沙法知影，无论过去的方法偌好、偌厉害，拢无法度解决今仔日的危机，除非是上帝的配合。搁一摆临到，兄弟姊妹，上帝会当祝福一个旧的方法，毋过上帝嘛会当互咱一个毋捌受过新的方向。咱需要的是专心仰望上帝，毋是我靠人的经验甲方法。上帝确实会使用一寡的方法去完成伊的计划，毋过除非伊真正透过这个方法去做工，若无一切拢是空空。咱毋通干那注目伫方法甲经验。若像咱袂当注目
伫咱内底的行行共款，咱来将咱的眼光放伫上帝的身上，答案无在伫方法，乃是在伫甲上帝的关系。先知以赛亚对犹太人责备讲：恁惨！遐个落去埃及求帮助的人，伊外口马，外口真侪车，外口真强的马兵，恁无爱仰望以色列的上帝，嘛无要祈求上帝的帮助。这是拄仔所读的经节。迄时犹太国爱面对亚述帝国真大的压力，犹太人因不但无倚靠上帝，反倒去埃及去求埃及人的帮助。犹太人的身份本来应该好好啊倚靠上帝。伫世界见证，我就是上帝的百姓。总是犹太人宁可去倚靠埃及人的关系，倚靠人的车、人的资源。圣经记载，这群人心中无上帝，干那想要倚靠人的。所以先知甲伊责备讲：遐个落去求帮助的人惨。中文翻作祸灾，不管新的台语翻译最惨，也是中文翻的祸灾，真明显是一个无好的结果，是上帝看做悲惨的代志。亲爱的弟兄，咱若祈求上帝，就得到平安、福气甲喜乐，安尼。人为什么犹原要去世界去祈求财富？约沙法知影，若无对上帝遐来的指示，若即干那倚靠家己，伊根本就无法度。约沙法知影，上帝的引带是上重要的。兄弟姊妹。你目前嘛可能有类似约沙法的处境，你嘛需要上帝的帮助，你嘛需要对上帝遐来的话，你可能已经挡袂了。如果你想要继续好好啊跟对上帝，这时你需要的是上帝甲你个人讲话。你需要听到上帝话语，祈求伊，将你的时间互伊，伊一定袂会互你失望。约沙法伫犹大全地宣告救赎，犹大的百姓全心仰望求主帮助。约沙法宣布救赎。表明这个王伫上帝面前的决心，少吃几餐，将这时间用来祈求上帝。同款伫现代社会的人，咱逐人拢无共的处境，我可能将看电视的时间用来亲近上帝。这礼拜无甲朋友出去，留较侪的时间互上帝，将你的问题，搁一摆甲上帝讲互清楚，因为你必须听到上帝的话语，毋通干那伫困难中需要上帝尔，伫任何的时间，咱拢需要上帝。伫即个过程中间，圣经记载约沙法
并无马上将困难带给上帝。反倒伊用敬虔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搁一摆调整家己，将家己的眼光归向上帝，无搁看家己的问题，无搁放大家己的惊吓，一直上帝面前祈祷讲：你将毋是伫天理的上帝，你将毋是万邦万国的主宰。伫你的手有关联，有气力，无一个会当对抗你。约沙法来到上帝面前的祈祷，用俄罗做开始，伊伫上帝面前顶头对面的时，伊宣告：上帝，你是赫尔伟大，你是大有气力甲美好的上帝。然后，伊讲出上帝过去所行奇妙事，上帝是知要去保护伊的百姓，上帝知要引带伊的百姓进入丰盛的所在，最后伊才会提出伊的祈求，伊相信上帝一定会替伊处理伊的问题。今日七日。圣经讲，伫听的内面无惊吓，完全的听会刮出惊吓。这就是咱信心的根基。上帝的听永远袂改变，伊的信心直到万代。当咱认捌伊的听，而且愿意将生命交托互伊的手中，惊吓就无搁甲咱压制管辖。毋是讲祈祷了后，咱生命中的困难拢总消失，毋是，乃是咱知影，随望伫风影的中间，耶稣悠然甲咱讲。放心，是我，毋免惊。惊吓会互人直直退后，惊吓互人捆绑，毋敢往前行，甚至错过了上帝互咱突破的机会。总是伫听的内面。互人勇敢，互人有勇气去离开舒适圈，进入去应当的所在，正确的方向继续行。亲爱的姊妹，你愿意亲像约沙法同款，伫惊吓中间决意祈求上帝无？你愿意改变你的习惯，无过干若是瓦靠人，咱是专心去瓦靠上帝。若是你现在的问题是真迫切的，若是上帝互你感动，你用禁食祈祷的方法祈求上帝。咱伫即个决志的中间，一定会得到对上帝听来的气力甲引传。随望咱人生的问题有缘伫遐，总是咱的心认为我靠上帝，无搁摇转。随望环境看起来拢无改变，总是咱的眼光已经改变。新的眼光会引带咱继续行头前的道。上帝的听，不但拄起惊吓，搁较坚固咱的心，引带咱进入得胜的人生。愿上帝帮助咱，亲像帮助约沙法同款。当咱决意去祈求上帝，
当咱决志去仰望伊，愿上帝恩典，甲咱所有的人同在。请做位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承认，阮有时拄着风涌的时，心内惊吓，有信心帮咱，亲像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同款。约沙法拄着对着攻击的时，伊心内惊吓，总是伊愿意祈求上帝宣布见证。由你来帮助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有即款的决志。在人生的过程中间，若拄着风涌的时，我嘛来到上帝面前来决志祈求你，求你话语继续赐福互阮领受了话语了后，搁一摆得到新的气力、新的希望。我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感谢上帝，遮尔疼爱，互咱的心内拢袂惊吓，伫内底有平安。咱即时来回应上帝话，请起立。咱做伙来念信息267首，信息267首，祈祷的时，即时结果。
咱即时做伙来看旧报的内面我来报告。咱本周同工的事项，请咱家己来看。后周因为是咱全教会的会员会，咱处理学拢暂停。咱同工的事项，请咱后礼拜咧事项的同工来注意。咱聚会人数甲奉献，请咱家己来看。咱来看本份的消息。后礼拜会员会总共有2讲，第一讲是启动信心的祈祷，第二讲是上帝灵或上帝话进入心中。咱请来甲咱会员的讲员是黑熊牧师。迄讲有简单的爱餐，咱请咱兄弟姊妹家己来准备餐具吼。第二点，本会由牧师前往文化教会来主持新礼典。第三点，请咱各个小组团体咧9月14以前提出咱的事工计划甲预算，互咱的财务组。第四点，参选了后，4世纪开始进入迄个当时迄个时阵无王吼，大家拢家己照家己的意思来安排，后参选时代。作者用但和便雅悯支派，如何自以为意，如何任意而行。互以色列进入一个同黑暗的时阵，透过即2个支派迄个做的歹代志吼，上帝要甲咱讲啥？即2个支派故事甲咱有啥物关系呢？咱请大家斗阵来参加咱新年的成人主日学吼，来斗阵来学，来领受神的心意。日期咱请家己看吼。你是咱的成人主日学是咧迄个早起10点到11点。咱请经过第5点。咱教会真重视青少年的信用的教育所以过月开始，咱青少年的主日学有做调整。青少年主日学的对象是咱国中生甲高中生，国高中生。上课时阵是咧早起9点半开始。第201教室就是咱原来旧的迄个会议室，迄个办公室。咱请咱国高中的同学当准时来参加。第6点，本教会附设的学会，为8月22到9月26，每礼拜5早起9点半到11点半。第201教室，有一个读书会，要斗阵来读的迄个册是为圣经中来找经我从圣经中寻见真我。然后导读人来带咱斗阵来读咧是林志清老师。有兴趣的来甲咱教授来报名已经足侪人报名大家做阵来。第7点，今年度半年的题目小组预计要在9月开始来起跑咱邀请教会小组团体斗阵来加入传福音即个行列你若有意参加的小组甲团体，咱甲牧羊主讲，咱来方便来提供相关的资源甲统计。咱第8点，咱行这个车停咧车道的来配合礼拜了后，咱就赶紧来刷车嘛请礼拜了后，兄弟姊妹甲用手机甲拍片无当时要找来刷车的找无人9月份开始，咱个车道禁止停车来保持净空，请各位兄姊妹来见谅今仔因为咱的迄个教会外墙要清洗，所以可能比较不方便，那请各位注意。然后经过那个车道的地方也请小心一点。咱今仔有咱个同工咧楼骹指挥交通咱甲斗阵来配合。关怀改道的部分，在厝的调用的兄弟有马来金、柯玉、李玉元、曾文德、杨丽珠、郑明霞、林敏珠。咱林美英姊妹各别写，
赢咧过月10日早起10点，咧板桥殡仪馆，请咱来为伊做代祷。啊，带伊的有谢惠美、洪本长弟兄的母亲。啊，咱嘛请为咱教会迄落礼拜堂，吼，会精简，迄落来奉献甲代祷。牧师，请问有没有要补充？补充两项，第一项就是，第一点就是后礼拜的培灵会是叶牧师来到咱中间来分享哦，即会记哩后礼拜只有一堂哦，没有2堂哦，只有1堂，一堂礼拜中间有2讲哦，所以唔是分几2堂哦，所以请定时要注意，讲咧半开始结束才做伙去食饭，袂会影响到咱中调哦，所以请大家来配合。第二项就是来介绍新朋友哦，就是副业康，就是秋叶康，我们欢迎新认识的朋友哦，他在美国读书，好像快要回去美国了哦。然后我们再次欢迎林世川林龙也欢迎。咱奉献的报告，咱家己来看吼，啊，若有平台的所在，咱再来甲干事来做评级。吼，咱即马做伙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记载咧《路加福音》第11章第10节，咱做伙来读，咱读2解吼，来，这里来。因为你那以为得着，所以就放回来。因为你那为得着，所以就放回来开。上银，即马请起立来念信息500章，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平线，咱请牧师来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现世代无尽。阿门。